养主观，后上太上古，有花太假个。又到了你老后上人向下来打追古嘅时节了。根本要老大家讨论的係乜嘢呢？社會上流傳嘅日記法，畢業就準備愛升業咧。到大咧學生到學校制度，到社會嘅中間發生嘅乜嘢問題，本學生嘅做唔得好好來做投入咧。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嘅調查，有發現2018年嘅升業率係3.66%，不過一到咧青業半業嘅畢業季咧，就會變到3.8%，按個唔單止係台灣，到日本、韓國，甚至係歐洲沒有同樣嘅問題。基本嘅，你邀請到50個後生人老大家來討論一下，到底後生人到畢業過後會發生乜嘅問題？眾上歡迎基本嘅後生人，主持人歡迎嘅質疑。大家好，我係開來唱還蠻畢業嘅質疑。好，你唱係小學生，哦，第一首嘅歡迎係李嘉。大家好，我係快樂畢業、快樂前條路嘅後生哥哥李嘉。好，正夢。哦，第三首嘅小嘅係白鉗。大家好，我係完全冇聽過條路，然後完全唔冇聽過條路嘅白鉗。哦。正夢白鉗帶來嘅傑殺病。哦，第四首嘅小嘅係費勤。大家好，我係認真有3萬之外，請得到條路嘅費勤呢。我們的唯一的認真代表咯。最尾一首小嘅係小鳳。哦，大家好，我係哪一條街搶到嘅就係夾福氣嘅小鳳。哦，正夢小鳳。哦，家下你有講到畢業。就會什麼樣嘅法都社會上流傳真多嘛？其實小鳳就知道呢個技法，用辦感想。我知道咩樣用？用辦講。你講36行業，行做得出創業，或者前條路做榜眼做唔得。咩做得啊？你開業咩做得啦？你想講，呢個就要分講肯做啦，唔肯做啲啲嘛。頭擺有人講講有錢人講來年，窮苦人爭看眼前。如果有錢人前條路一開始較辛苦啲嘅，錢較少啲嘅，離目較遠啲嘅也冇關係，因為佢嘅看未來嘅發展。啊，你講窮苦人就可比咧下嘅草莓族，將啊錢多事少離家近，係嘛？你就講，唔過咧下社會係為到錢嘛，該就愛做啦。不過你都前條路嘅時間，沒有這個焦慮症嘛，唔會少哦。有喎，係啊，乜要啦？因為我想講嘅即個畢業以後，佢心儀嘅心儀嘅中意嘅細阿妹嘅，唔使叫做外婆嘅喎，咩啦？較中意嘅條路啦，較中意嘅條路，見得無開職缺，用解釋。係唔畢業嘅我等係嘛？係啊，估數咩會少啦？你話仲有情形用解釋哦？係哦，你自家沒有失業過是嗎？係啊，我忙着小哥呢。你冇可以盤過啦。唔係啦，唔係你講啦，因為我頭擺係做表演咧，你做表演咧，其實就想留嘅做工人咁樣，係要做有錢，冇做就冇錢，係兩世來做嘅啦。係講有勢就去做，啊冇勢就不用了。我咩上班族冇咁樣 ，OK？就一直處於失業啦。I know，等業中啊。唔咩用啦，就講不用了就不用了嘛，就他吃油啦。他吃油，給費勤吃到呢？我去到一般，因為我去到還係然後跟大家想法有關係啦。是講我去到好重要嘅是係可能運氣咪有一啲關係。嗰種你生嘅運動重要，運氣動重要，用辦公表個，咩解表個，係朋友嘅表個，嗌朋友嘅表個，佢當你開佢碩士畢業，聽一份條路，月薪8萬。做無結叫嘅就真的月薪10萬哦。係台幣係冇，台幣就佢係台幣，而家佢懂啥幣？佢就想講，我碩士畢業就按掉不去嘅嘛，哈。跟俺讀個博士，冇錯，佢就說我去讀博士，給我翻來西蒙邊啦，一個蘿蔔一個坑。佢博士讀畢業以後，找的工作變1個月5、6萬。咁咪就所以就按呢，高鐵就冇嘅啊，高鐵就冇嘅。係啊，跟蒙銀同地方都那邊。蒙銀通是因為我去到兩漢係，然後高三係咩有3萬
啊，有眼睛冇有关系。虽然讲运气当重要啦，不过讲你有3万又有眼睛咧，和条路还是签到冇顺利，刚刚起到安用是算的嘛，还是讲他帅，冇白呀，是冇办法嘛，冇白呀，系啊，还是讲你运气好，加签到好条路该成日福气嘛，还是讲你对条路当紧，和自家要冇彩条，和到该讲签冇条干路。东干西嘛，该叫干系啊系啊，所以后条路冇可能自家来签咪嘛，总冇可能你自家都冇卡爱自己安怨天尤人，和签得到后条路啊。刚刚慧琴讲的懂食材吼，就润丝虽然讲对于上运动重要，假如讲到一个都冇卡呆唧唧，然后坐点水啊，嘛个就前天整条路来前冇可能的事情啦，冇可能的事情吼。给其他人有知道其他部分冇？给北欠咧。其实我讲因冇安用嘅问题啦，因为我种太好嘅事件吼，我常开始青条路啊，常时吼为有人讲吼，毕业即失业嘅眼镜系因为冇提早规划，冇提前规划，然后碰到问题上来想用慢音解决。试车上来欺骗手。嘿，所以我感觉吼，现在普遍嘅毕业生都是缺乏危机意识，所以吼太过穷习惯过保护伞盖下生活，然后子瑜听说你会反对哦？認同啊，認同哦，係啦，你認同係哪部分哦？因為像我親認同爸強講嘅話，就係講除咗做學生嘅時，就會思考哪行出去嘛。像我係以前都去考學研，後來我都研究所1年了後，因為我對設計嘅規劃，故所我就休學嘛，學長。對。就唔可以做藝項目，就拜拜。很過分。後來因為忽然之間就休學，故所這樣是我感覺唔係前到條路，係唔知設計愛前乜嘅條路，故所可能冇方向嘅話，就會有啲像事業係。知道家自己講係咩有道理，就係畢業生當只有個人懵謬，唔知方向，都係像迷途羔羊以外那種感覺。跟你講係咪迷途羔羊？像我設計唔係迷途羔羊，咩係動順序啦。不過我對呀畢業係實驗嘅觀念，係講實分話我有6分同意。但是我也係畢業程度係，因為我知道實驗係因為可能我學藝術嘅，不過前唔到劇團，所以我去學嘅服務業。就知道也冇享用，故所來說太好嘅時間也實習機會非常嘅重要。係啊，故所就要好好嚟去上嘛。至於有發講係冇？我咩先認同你家講嘅？你乜嘢都好呢？大家都認同。你同認好呢？係啊，我就係那片講，我就那片好。係長頭髮。真勁，我係長頭髮啦。因為從你家講嘅實習經驗啊，從我感覺外國嘅學校，青島係從細到大嘅時間，除咗學校嘅時，教育嘅時就換嘅新型嘅準備實習嘅經驗，係要到我輩嘅社會做訓練，從呢個台灣嘅感覺係冇按到，故所我感覺做得增加較多地位啦。係啦，以前吼都都20歲，兩年吼，以前嘅教育都係慢慢給下片會有讀書過，而家嘅台灣嘅教育真天天嚟都會改變兩個部分啊，嘅理解知道嗎？我設計雖然講下講嘅實習機會非常重要，不過就算你有實習機會嘅話，嘅心態就講剛才慧清講嘅咩非常重要，係講你心態啊唔錯嘅話，做乜嘅事情都唔會順利。係，家都講到心態問題，不過家要講到一個重點，你要講到乜嘅實習嘅問題係唔係？觀眾朋友係唔係咩要按你嘅心情吼，就會講學教嘅，老唔多我會執床學到嘅，也係真實會做嘅。完全那個一鋪一馬整差太馬，差了108000里，都在學校嘅教育制度出嚟乜嘅問題呢？你先聊一下，等下轉來我繼續來講兩個問題了。動到嘅學生哦，不會那個細節冇會去注意，所以我啲用慢老師講吼，你係舌頭嘅問題啦，你係舌頭嘅問題，越關心當中越好科啦。
哦，观众朋友，欢迎转到你后上台上讲的节目现场哈。头下嘛有讲到好高高的，然后你都这场风真经度到的，其实长青度啦。总嘛会安尼哦，你知道喏自己。嘿，像我去考演去做表演的故事，我唔知一般嘅好教，迄本好上嘅有乜嘅蹦出。不过我感觉出嘅好教以前就做得吃点行出去看来，按用较好对未来啊。嘿，嘅好教技巧，你知道你自己呈现用吧？我感觉迄个设计要去限制，因为像你出嘅好教嘅时间，我感觉就得像小社会细细嘅社会按用去，因为像我太好嘅时间，就出嘅我不有接案的，不过。毕业了，你就会想讲，我继续做表演，还去做稳定嘅条路，像学长咧係較穩定嘅條路嘛。係啊，像我老李家咧，他就係自由呀，自由人。嗰種咧，你就做會想，我繼續做表演啊，我要帶個劇團。不過劇團啊，就係固定，然後你再劇團合作。我那係設計接案嘅，又係可能一開始案嘅冇按到，嗰時候我設計去想設計真人我。都那一片戲，就係一個現實的問題，比較通那種方向啦。嘅咁樣傾下來開個教育費嘅理解，你知道？Free 因為呢，我哋去考好演畢業嘅嘛，因為也客家戲，像嗰個客家戲考畢業嘅，客家戲像因為畢業就會去劇團，不過客家又係小眾。韓國客家戲，客家戲曲，係客家戲曲又較小眾中的小眾，唔錯，因為傳統戲一下要懂少人看，係啊，要冇亞台戲嘅表演機會，見來見少。故所肯定就啲吼，人嘅機會就懂少，尤其啊，人愛演戲又唔係做得演戲嘅，愛限制嘛。故所啊，像人哋啊。藝術畢業以後都係自由業為主啦，就是想做一個 freelancer，狐狸浪長。係，講我有嘢重點嘛，我有嘢重點，就係呢，我哋唔像會計師，也係工程師，也條做飛機自動化啊，也條行業做得有升遷的管道，我哋就係賺油錢，係油錢哦，不過就按用嘅前天天。冇嘅辦過嘅機會啦。我係退休金嘛，也條。啊，你做表演咧，吼，其實真嘅冇升遷管道，其中一隻阮名誒換稱呼聽啦，可能講我哋啊，可能有演員啊，係我哋啊，係演員嘛，吼，啊可能有教一些東西，應該就講你係黃老師，吼，黃老師你好，東邊先生，然後你拍一系列東西就講黃導，嘿，就咁樣，就講換一個身份，又下一些東西啊，你又變編劇了，黃可是。就幫人家名誒，聽，沒有真的升遷管道。可以自由。像講到就會講穩定係唔穩定嘛，像我嘅朋友那係繼續做表演嘅，有啲人係冇做表演，繼續做表演，大部分可能會出個咖啡店嘛，係做服務業，係啊。所以要減條路啦。真認真錯，像我咩要當到朋友就係個某啲戲劇也行業，也係藝術也行業，繼續行。就係啲賣咖啡店嘛，也係服務業，那種一開始一條路走起來，有啲大眾啦。因為我哋都好差唔多有新年嘛，還有新年啊，也有，我知道有啲大眾嘅。就會知道，好搞搞嘅，然後你真是去做嘅，其實就完全180度大轉彎的感覺。我們教委會開完的決議就是這樣嘛。我們全部按有，我們全部按有。教育費嘅意見係安尼，給你嘅其他好教嘅教育是都用辦法嘅。我老基本強咯，係自由之身啊。不過吼，我學唔係表演啊，我學法律系啊、英文系啊、教育系。不過我你下做嘅活動主持，然後你下三雜系冇嘛嘅關係啦。不過我教英文吼，我上到我大學是英文系就修過一堂英語語音學2門課，吼來地讀吼就從期中考啊、期末考、全外考假時吼線上錄音講一個一隻音，你愛撈兩個音吼，把全部那個音會發出來的頭腔到喉腔手就該部位，可能會導致該發音該那個發音的那個地方畫出來，從兩種。哇，還有這種帶那個。這張圖啊，是每一個
那个腔门啊，鼻腔、喉腔每一个部位全部画出来。俩和简蛋比较可以背。不过哈，另外一个就是老师会给你一张图，不给你款图，然后你要告诉老师，俩改图黑马改印。来弟，我们也做过这个。俩动难哦，因为哈每张图哦动墙，每一张图都很像，像俩写 A。是从嘴型的大小到舌头改位置，这个训练哈，了解训练，让我俩下告进文哈，动作改发音上面改帮助，因为很动作改好上哦，不会那个细节莫去注意，所以第用慢老去讲吼，你系舌头改问题啦，你系越宽型长生鱼化好喝啦，你系那个，你系嘴唇的问题啦，榴莲的问题啦，动作改问题组成啦，唔系单一个问题。其實我感覺甲較百強講嘅啊，老安利金錢研究所學嘅有對位從安利嘅國際音標按用係，因為從安利客家話咩清南，還有背嘅音係嘅。有時間你就上網係乖乖。像安利其實都係有教客話研究嘅啲，教客話係咩要讀到像百強強用。像買入聲字啊，有買閉嘴音啊，你就會可以講，你的嘴型要怎麼樣改變，其實就會知道，其實好教有地會教嘅地方係有用嘅飛勁哦，唔知道。我知道學教嘅是理論嘅部分一定有幫助啦。不過我知道還係數檔下嘅東西哦，讓你實際經驗是實務經驗哦，要配合，所以我知道是係實習。就是實習係實習兩部分都重要，因為你係講長出社會去接觸到你嘅投入，你是可能10個月同時間來重新學嘛。雖然講你都學到數檔要學過，不過你就是實務上嘅經驗可能要重新學啊。所以我知道實習兩部分是都重要，係。其實大家就講到不論係實習也係打工嘅減投入來做，減投入就代表你一分投入養不活你嘛。比如說你要做青島嘅投入，然後社會方有一個新的名詞，很多斜槓青年、恰線青年、恰線青年，然後就會講哈，一聲音哈，多才多藝，很多才多藝，好像很有才華一樣。不過矮嘅感覺就會變做，好像是這個社會已經讓一個人做一件事情是不能滿足的。你做一件事情，冇法度去然後你養活你，或是你搶不會做一件事，你懂不會就會俾人家社會淘汰嘅，係咪？這風你就知道嘛？我知道，因為也係變到講人物該做愛歪嘛。不過我們可以反思一下，像國外有啲會學教，人家一堂就提講，哦，我係專業嘅，比如講。因講個法國巴黎就會上到叫嘅音樂的學府，嘿，因講美國麻省理工，唔知你講哦，有理工科專門嘅懂厲害。台灣頭擺咩係按用，像師範大學出來一定係做學生嘛。唔過兩邊都講考落去聽容易嘅，係考到一年聽到嘅。講頭擺係專才教育，兩下實變到通才，嘛該就愛歪，結果兩學嘅學。就像溫體育一樣嘅，集中溫一下，體育教溫一下，咁冇進攻啦，知道？誒，佢最近有知道嘅學校學教嘅老，跟你真實讀到有真相關。是好像很多學教嘅時間，我知道學教就要做一件事情，是幫學生做一個測驗，叫做性向測驗。因為性向測驗，性向講乜性向？性向就是你透露到在撈，係透露到你嘅興趣，係咪做在見？我都看好些啦，那是專有名詞。你背錯，我知道。我記得佢背錯單字是性向跟性傾向，他搞。必須講，性向測剛不是咩都，就是你啦，係啦。性向測做題講，因為性向測驗意思就在弄清楚自己就是自己的興趣係到哪部分，咁你係咪對你簽投入是一定有幫助？因為你好走了，那投入是走在走好長久啊。那你之前做音樂和做工程，你知道
像我即讲，我头牌其实我开始係讀工業工程、工業工商係公共系，開始係愛去工廠做世界。不過因為我從細我是學鋼琴，所以我是知道咧完全唔係完全冇共用嘅東西，所以其實我用是會動幹苦啊，是因為我頭擺冇做形象測驗嘛。還有，唔看啦，睇假啲黑糖到形象測驗就冇共用咧。其他考鋼琴，係學鋼琴。還再來是因為我家陣我們那個時代還有聯考，就是聯考，所以變成你兩下同埋個數是從因為就是對你後面的那個找工作的那個路是會就會是一個限制會限制你啦。係啊，所以我哋是總得有就沒有太多走在選擇嘅機會，所以我都30歲以前走嘅條路，我自家都知道。動艱苦，係啊。其實你像喺家有講到，學校愛有嘅能力，然後學生嘅帶到乜嘅路方去吼，就係倆係學校應該要教。但係佢轉來吼，有啲老太太講，學校都在做啲教乜嘅本啊，學生嘅來學，都在做啲幫助學生嘅那一條部分啊。等下轉來繼續來講了。長期的我已經講，我都會想講，我係很雙胞。是要回來了還是？對啊，跟我學習很好的，今天歐燕還在哦，歡迎轉到你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吼。頭下嘛有講到最尾講到嘅部分就係學校制度都帶要提供學生嘅用班嘅幫助，給小鳳知道到學校制度方面。技巧的制度方面，我知道做的老相關的企業，好像你做表演的就劇團，都在有個建教合作，本學生嘅提早去了解講，以後你那些出社會，你帶劇團也係去嘅公司，佢係用嚟運作嘅，係提早了解呢。跟戲曲學院嘅建教合作很用吧？其實我哋建教合作。接觸到嘅老劇團嘛，唔過後面談講係有老其他嘅產業向下嚟建教合作，做一個實習機會啦。故說我咪做同學，本咧學生嘅有較多嘅限制，較多嘅限制。非總知道嗎？咩聽到嘅限制，我講到限制有冇？像啲下學校唔係講通才嘛，大家就愛愛，或者因為我去出社會做條路，你應該要。去給他學習哈，自己的專業，我較專業啲誒，然後通識學分唔好聽到。通識學分就講，你看你喺學水片咧，又去做麵包，安尼講。我講個學長一開始講嘅清進口，就講誒你嘅專業愛專心出去做嘛。講誒講個同事咪輕鬆嘅，用辦啲麼？因為青島人可能佢嘅專業後來佢冇按有興趣啊，佢咪做嚟做其他嘅事情啊。你像我阿姊嘅同學。經濟系畢業嘅，不過佢哋係出去做棚。冇，我來補充一下。係第二專長，跟冇不用。我知道通識學分係，然後做得講，然後去輔助你嘅正業。冇錯。像你做得好懂得語言啊，什麼英語啊、西班牙語啊、韓語，像係有嘅同學，佢就去韓國留學咧。唔係，我就前面講啊，也有唔錯啊，也有日好係，全部項目經過。我知道。通識學分院長提供，原來我有按到嘅興趣用啲嘛。拿我打比方，因為像我嗰樣時出去太好嘅時候，我嘅同事就選修韓文；嗰樣時太好嘅時候，我就出國去了，我就會講韓文。係啊，係嘛，好似係有幫助嘅。跟建教合作嘅方面，跟小鳳知道嗎？我還喺做建教合作，通識學分我還要講，因為乜嘢都學生誒。台灣人教幾張很多學生誒，日本佢自己做限制，佢自己限制可能做得本佢尋找他的第二興趣，培養第二專才。唔過大家講嘅係聽到，
没有跳到，冇跳到，因为咱讲一下，我今天回不了家了。我哋有通告，像太后的时节有位通识学分都在线，唔过我哋位通识学分动到哦，真嘅，唔过我好教的你又动少，动的时间呢，青都看唔起，影响我快考场又看唔起嘅题目，唔过水每张中的现在哈，嘿，真嘅，冇青岛，后面我出来七家来发钱来补英文，真嘅，用做得对啊。最近知道跟头哈嘛跟3位校友会在吵的县教合作，你知道吗？那到白长期了，我已经讲，我都会想讲，我还有他们双宝是要回来了，还是？对啊，学校很好的，今天欧阳还对啊，两下系有一张好性嘅跟人们有产学合作啦。产学合作其实好搞到当中企业就是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可能有的是线上图等后上呢，去到企业里面可能以重新标一个案子按年来走，所以应该是都该美系一张就是不错的方式。走在本后上的这个都好高地读改时间，是走在多少就是接触到一都相关的东西，因为是都职场上其实留下办事是走在手，系啊。除咗咧建教合作还有产学合作以外，佢北京知道好個杭州的為學生嘅做到嘛嘅提防嘛。哦，我回答你嘅問題之前，我去問趙峰哥你嘅問題，假使我最愛食嘅牛排吼，台灣嘅牛排做嘛嘅暗肉麵為什麼那麼有名？係因為嘅上蓋卵啊，因為嘅意大利麵啊，唔係因為嘅牛排。其實的例子就是牛排之所以有名，是因為該上蓋卵，因為那個意大利麵讓台灣嘅牛排凍肉麵，所以這個通識旁邊的這些不重要的東西，賦予充嘅充。因為食牛排假使冇上蓋卵哦，該唔係牛排咧。就咩台灣的鴨翅牛排係嘛？對我來講啦，因為我學嘅是法律系、教育系、英文系，該學理論派。不過我感覺我到社會上吼用到嘅能力啊，係因為我到學到嘅時間，又參加社團啦，又參加這條法通啦，學習辦營隊啦，學習處理細節啦，你個能力將係我到社會上又很好競爭力嘅原因。剛剛有講到誒，就喺個學校的那個建教合作啊提供嘅幫助。唔講你睇家順豐有朋友喺自家轉去答自家家人有冇有安尼理嘅可以知？我嘅阿姊啊，唔係我，我嘅阿姊就係之前喺政大畢業了後就後來去日本了後又轉了又去接自己的家業。不過像安尼係戲劇學院出來嘅科班出來嘅，青農人就會出去講愛繼續做表演，係愛轉行出去做一個選擇。係，像我哋還沒老以前算冇嘛強用吧？有相同嘅東西，不過係冇強用啦，因為呢係表演嘅主持，一啲用嘅東西係相同。係啦，因為你學表演咧咪吼，較現實，主角就該記曬。係啊，白雪公主妹唔可以有閃閃。係啊，白雪公主妹唔可以。黑毛冲呀，黑雪公主，面糊糊的啦，哈。为什麼我覺得肚子裡在罵你呀？那個係黑美人啦，呢個主角就該記曬。故說一聽都保密，我有東西，我選擇講，看有沒有其他的方向，要不然就轉行。冇可能一生一路做配角啦。不過東人我就講一直在自己的小圈圈底乖，都後來佢知道佢不適合。如果今天唔提供，我做乜嘅？好，然後始終不敢踏出這一步。不受通識課非常重要。像家社房跟家私冇攬出去，都係揾邊度用版型哦。因為我感覺青島嘅後生人不強，係就係講佢本來就學嘢做嘢嘅，故所呢，就算佢習慣都想去做皮嘅，不過佢處嘅地位都很安逸啊，就跳唔出來，係咪？故所睇下跳出來，就聽唔該講唱。我傻眼啊！弟弟街。唔係啦，其實那東人轉行，結果佢現在咧係較無規劃性嘅，不過三托戲唔錯，最後又多轉來繼續做戲啦。所以轉來，給你個你知道嗎？給如果跳不出去怎麼辦？跳不出去，又要跳出
出来，系啊，鼓手冲刺很重要。冇啦，因为我说七家的，刚才有讲追求前有讲心态嘛，还有七家都带上来做嘛，我先上好势来。迄个冇上好势来，你啲太好嘅时节，听说爱去打工啊，前撇嘅兴趣，唔知地讲，我说蛤蟆嘅，我毕业以后做嚟做嘛嘅张顺序。我们要等下讲到打工都在请一个他喜欢的方向嘛，兴趣嘛，唔错。不过也同流行嘅打工度假，系打工度假，working holiday，澳洲，嘿，那个打工留学嘿嘛，打工度假，嘿，讲嘛个去要穿较多钱，好要中多钱呐，贵哦，中都贵啊，你听我全部试退啦。嘿，因为打工度假，我唔系讲非常的暂时，因为唔系讲唔暂时。因为呢，打工度假你听说爱上好势来，你去国外都带爱做嘛嘅，唔系逃避现实，给张位爱用。我觉得学长前面讲话就。亲唔爱讲，我已经赞成通识学分的哦。我感觉打工度假其实咩係親開，因為你做得去體驗迄個地方嘅生活，還有文化，肯定是當到一人啊，冇唔錯。係啦，記得打工有黃金海岸嘛，那有歌劇院啊，係嘛？歌劇院，你意思講我一行了了啦，錢就關事嘅。我先唔相信吼，大家去歐洲打工嘅時間，唔想去歌劇院。係咩？那有可能，我日本我沒想去看什麼神社，給到干是我去打工，以他的錢就是這樣想要環遊日本啊，北海道玩到鹿兒島，嘿唔嘿？就會以他的錢就會是這樣，鼓手太家可能還會調整自己的心態啦。剛剛有講到，還覺得行業轉彎的問題，大家在轉換職業，比如說大家學嘅唔係那個目前做嘅工作，在轉彎那個有心情有冇來轉變哦？給自己。像我哋下就係做主持。念還有主持，重複咯，丑音，你都用到咧，都用到。有啲是衝過，有啲是要偏移嘛。嗰時候呢，其實我感覺我老以前係冇嘛強嘅，因為以前我係做傳統戲曲嘅，係做嘅舞台當紅嘅表演。因為嘅舞台當紅表演唔單止係舞台當紅，係咩係傳統嘅。像我哋喺台灣係做天師劇、天師地位都嘅演員。嗰時候像之前我一開始。主持後來做表演，不過做嘅天師劇嘅演員，老舞台當中其實檢查清楚，因為表演嘅方式會轉換，故所我感覺咩嗰種是我咩要自家要訓練自家啦，嘿嘿嘿。給你講哦，你知道這來轉彎跑道之間有乜個問題嗎？我自家嘅條路尾老自己差唔多做主持表演嘛，批演也掉東西。不過條擺咩做客家戲曲，做戲曲，然後也係條路。聽錯位都冇關係，唔過咩要看乜嘅口語表達啊，我知道老表演咩有一些嘅關係啦。故說應該係講我啲太好嘅時節就接觸一條東西，主持一條東西。故說啲畢業以後就看唔會知道上手，跟你自家有練習嘛個地方？我將我自家，因為我做較大眾嘅就係，家下講買通識學分嘛，也係我哋條擺嘅時節，因為練功動開，故說就冇好好讀書。然後讀書尤其係英文啊，也就都拍嘅時節就看難好掉位咧。有陣時愛進修自己的英文，還係撇個語言就會懂重要。其實我講語言清楚，雖然你以前係從客家戲嘅，唔過呢，從以前客家戲從客家戲嘅時節講嘅客家話，然後你下講嘅就冇嘛強。後來我係因為做廣播站會講。其實大家吼，家下對於講到嘅就係到底，你都學到學得，還有自家心情都轉彎時間，還會遇到乜嘅問題？等下轉來，還會繼續留大家討論。轉彎跑態時間，要用乜嘅心態去面對哦？我以為會叫你表演，就是沉默的蘆筍之類的。該嘛該，所以這兩個，然後我可以簡單演示一下。該那個畢業典禮開始，應該就。國立政治大學畢業典禮正式開始。
好，观众朋友，欢迎转到你后上台上讲嘅节目现场吼。甲最尾老太家讲到的是，你在转弯跑脱的时节，心情用班来跳绳吼。那个差很多的兆峰哥，唐讲俩哈吼，做业务，这么会做业务喏？因为我面皮较薄，我第啊，我唔讲热闹，冇关系嘅。客户从差位吃到我懂饭。你就懂6年啊？懂腦咩嚟講啊？咩懂腦年？我咪留客戶講咩嗬？而家喺攞嚟買嗬，我就唔會講大半嘢。係，而家喺唔攞嚟買嗬，我就揾講山川失爆嘛啊！你去讓你封鎖，結果你就揾拿片嘅樹葉嚟打。冇啦，嘅公司片方面，就意思講我面皮較盤啦，就想講講法嘛唔可以講錯，故所我就知道做業務啦。跟到表演都業務搭重點吼，就自家去進修嘛嘅課程，也係其他部分。自家要學公司要愛學嘅很多精算。精算師嘅精算啊？有些嘅冇強用，佢主要係做利潤分析，講人力成本。人力成本嘛。看唔出你這份工咩有專業地方。我呀講較程度嘅咩好好分，要專門給老闆看的利潤分析，本財務看跟採購看。你本財務看我提供，我本佢看利潤分析表，佢講哦，你按件當賺錢。然後佢本採購看，我有壓力，哦，也預算有限制，好，本老闆看可能要真實的，然後就講也有懂到嘅 make up，所以你剛剛嗌日本嘅部分用緊晒。哎呀，就酸嚟啊！其實我英文乜唔愛查，我只係愛懂拉用，愛實用嘢，愛懂就懂，愛難就難。泰語吧？咩啦？咩？其實我就是我學表演咧，好，我英文溝通冇有困難嘅話，我就得用肢體語言。用番茄醬。tomato juice，tomato 不記。番茄醬就 tomato 不記，你點講番茄醬啊？咁我話說我冇問題啦。嘅你日本溝通一聽冇問題嘅人就係總百強。嘅百強，你嘅日本嘅主持兩條路有冇行到兩條路咯？我其實吼，我係學法律啊、教育啊、日文啊，老我法通主持還好冇關係啦。不過我投入主持吼，其實老子瑜啊、老李家還好困難，係因為我冇背景。所以吼，利用了解機會吼，讓觀眾朋友講，假使你有舞台嘅夢想，你走得跟着我的步驟，以下步驟 Follow my tempo。Yes。 SOP。係啊，因為吼，我從細是想做歌手啦、主持啦，所以吼。我到大學2年生嘅時間，我看到我嘅學校有一個告示牌在徵校內主持人，所以我動好奇哦，我是落去哦，動展，我就進去好奇嘛，就期款啊，然後就抽了一個題目，是那個自選題，然後指定題，自選題係5分鐘自我介紹，那指定題係上一屆畢業典禮嘅稿子。然後那時候呢，我就是我以為會叫你表演，就是沉默的蘆筍之類的。該嘛該，對，所以這兩個，然後我可以簡單演示一下。該那個畢業典禮開始，我就國立政治大學畢業典禮正式開始，讓我們掌聲歡迎政大大家長，讓我們歡迎校長。哇，好像金曲哦。對，所以就是這樣整篇念完，然後到5分鐘5分鐘改那個自我介紹，改時間呢，我是模仿該時間有最紅一個綜藝節目，用到《魔王大道》。魔王大道。你透露你的年齡哎！魔王大道就是串燒改模仿鳳仙咯，然後我就模仿，因為我想講吼，自家介紹自家太自傲，那如果我假做騙人來介紹自家，所以吼我是邀請了迪士尼的幾個角色來介紹。唐老鴨嗎？就是米老鼠嘛，然後熊愛看，所以是曾志偉嘛。米老鼠還有唐老鴨還有高飛，跟米老鼠出好嗎？米老鼠好。大家好，我是米老鼠。大家好，我是米杰。高飛，不是曾志偉。今天我們來到後生大成功真的。米老鼠，
改款来放学啦，所以吼，地为嘛改哦，全校大概近1000个人去选。然后最后吼5改音，俺是收到中选，俺定俺提名啦。那最后呢，我就收到那个中了那个信，我收到那个信哦，俺感觉哦，冇可能啊，因为吼俺完全冇舞台主持嘅经验嘛，所以俺有回信。没有，因为那一年的主题叫做迪士尼乐园。所以俺回信给那个拼信给信上，讲吼，你系咪搞错？你是不是搞错人？你真的得了便宜还卖乖。然后讨厌哈，给我回信啦，我就去参加上课，然后因为这个机会吼，俺动静下，俺很珍惜，比其他进来的人很好撒网，所以吼信上又看到啦，所以假使又。校外嘅機會，將我推薦我去，然後因為我東三網啊，我向我去北車啊，向我去西門町啊、東區啊，該地方吼就嘛個戶外嘅活動主持人看到幾個熱點嘛，看到幾個缺點嘛，將我記錄下來，這樣認真哦。為期2年嘅時間，我是去台流參加一個。第6屆嘅海峡兩岸電視新人主持大賽，然後該個比賽哈，我走得到下一集啦，其他集細節來分享。另外事件唔啦，他下次可以做專輯。不過倆係因為倆個比賽，我得到咧體育名，所以運動大體動力環，該係破例哦，台流嘅比賽。第一次體育牌，然後台灣人拿到體育名，動讚！10大傑出青年，冇啦，所以轉到台灣來之後哈，我嘅主持路哦很好，一路順順啊，比較有工作啦，所以我推薦觀眾朋友是嘿，假使你有舞台嘅夢想，你沒有背景，你是愛鬥氣，你一聽愛就自家嘅舞台，好感動，動讚。佢每期呢，你咩係轉彎跑拖啊？你有班轉到兩黑？那是 more tendon 重心上的步驟做，所以我到很高齡的時候才轉換跑道。我一起都轉換跑道時係愛提加非常有決心，就是一定要有決心。因為從我自家頭擺後嘅係工業工商，到我倆下大部分嘅投入都係咪係表演、唱歌、寫歌，我嘅係完全冇空用嘅，所以我知道決心是第一步啦，你係冇踏出第一步，該後邊乜嘅都唔是講，係啊，所以我係冇，我是真的如果冇決心講，我唔會該到我唔好做嘅事，但我根本冇辦法寫歌唱歌啦。係啊，假使太假個唱跳來一邊，會改變自己的決定嘛？覺得當初自己改變，伯謙你知道嗎？我感覺吼。路係自家行出來啊！你愛你所選，選你所愛。假使吼，你真正先落去吼，你總得隨便改變啦。假使真正愛有兩個機會，我想愛攞兩個機會改變我嘅未來，因為吼未來係自家做得改變嘅事情，像係我從細對政府吼。當歡喜，我當家己日本了解意念。不過我媽媽講吼，假使你想要到美國出國讀書啊，我是做得供你到台灣嘅大學畢業了。好，所以我是感覺對於未來，我倆下當3萬傳錢，是係因為我就認你吼，不管多老。多老，幾多老？我一聽吼，我去是不老騎士23歲版嗎？去出國讀書，像係我正大嘅學姐林依晨強榮。跟至於呢？我咩唔可以改變，因為我感覺你好講唔但請本愛青島嘅專業當紅嘅訓練，從成發當紅沒有本愛青台嘅改變，哎呦。係咩？所以唔會改變啊！雖然講下要講嘅，當到買學分啊，也了教育啊，唔講係說
戏曲好演本，而你带到的迄无强用的非常，而个欣赏就像而个不含强用这个你互相来要制造同好。其實吼，啲大家動到發上嚟講，我們根本嘅時間真係當女排，真係當女排，每個都可以做專輯，真的。不過吼，到最尾嘅時間上，我請大家分享下後生人一條嘅建議，佢把那個白強小朋友買建議咯。我建議咧吼，觀眾朋友要有好一條路，做得去拜佢做先生。最好係安尼。沒有，那這有一點懂後啦，就講也他沒有104很多找工作的不一定是那個啦，的工具，好，所以講自己聽咱目標，以後想要賺幾多錢，好10萬。啊，有乜嘅條路都係賺到10萬呢？哦，唔前後嘅條路，結果嘅找工作幾筆有要求，可能講也英文會幾好啊，有乜嘅專業科目啊，它上面會開條件嘛。哦，那你還是學生，你還有機會把它當做你的人生目標，朝那個方向去。啊，你這樣有機會去做兩個條路去賺到安尼嘅錢啊，可以利用那個幫自己開條件。子瑜知道嗎？我知道你後生人愛勇敢冒險嘅精神，因為像你可能以前一開始出來嘅想愛穩定嘅想法，不過時間有限呐，就會講不要浪費自己的青春，故所謂田你勇敢追夢，後生嘅是勇敢追夢吧，各位年輕人。各位觀眾朋友，你下數看的係客家卡內基嘅節目，懂勵志呢？跟勵家哦。你有沒懂勵志？我現在知道就是愛先跟他博前講嘅，先以喜歡嘅東西去做，尤其啊，迄講唔知道一錢唔拉用，跟住就上條會用啊，迄講唔想愛賺條會多條嘅錢，跟住就現在迄講因持有業吼，現在較多嘅條路，自家中意嘅事情來去做，按用累積起來嘅錢財，咪係因自家嘅，大家三萬大變。哦，其實我根本大家講到嘅最重要一點就係。每人自家想愛做乜嘅，每人自家都係想愛做一個動賺錢嘅條路，也係想愛做一個自家好嘅條路。其實我觀眾朋友咩自家愛想看下咧，做乜嘅條路會本人較順勢，做乜嘅條路本人自家較中意。你畢業某一天會準備會成業，自家調整自家嘅心情係最重要哦。希望大家今日嘅視看，咩希望今日50後生人嘅朋友，希望都係本大家來參考一下。下禮拜休閒嘅時間，我繼續來視看後生太上歌，要把大家講，將來聊聊，拜拜，拜拜，拜拜。